這主權 AI 模型呢，是即馬國際相當競爭的趨勢。有民間團體甲企業呢，是來宣布成立開源基金會，有個這未來3檔會投入3億，推動 AI 開源產業的發展，也閣有人才培育。這基金會是表示講，未來推動台灣開源主權 AI 的時，也是會加入這台灣民主甲人權的價值，嘛會投入這本土語言的語料，幫助 AI 產業鏈的發展，同時嘛會當讓一般民眾利用這個 AI 來學本土語言。全球進入 AI 時代，民間資通信協會 NGO 和企業拜四宣布成立開源基金會，預估未來3年會投入3億，來推動 AI 開源產業的發展和人才培育。基金會指出，未來會投入6大方向的計劃，包括培養人才、建立商業化和企業參與的機制，連結國際和社群，嘛培養台灣原生的開源軟體，擔任中立的角色來管理重要的專案。我們接下去會開放的一些平台，大家把自己幫忙教 AI 怎麼講台灣話，怎麼講我們的各個地方的特殊的語言。我們學台語、學客語，我們也可以用 AI 老師來做教自己的這個學習。基金會強調，推動台灣開源主權 AI 時，唔乃加入台灣民主和人權的價值，嘛會投入本土語言的語料。有業者表示，建立主權 AI 模型是即馬國際當咧競爭的趨勢。開源基金會成立，唔乃使讓國際看到台灣，嘛會當創造真大的商業價值。其實大家看到台灣很多的非常好的一個工程師，其實他們都參與了國際很多大型的專案。好，那我希望說，當然我們希望台灣有自己的一個專案，然後也可以分享到全世界，然後至少在這個 AI 時代，我們在開源上有自己的一個話語權，然後這是我們很重要的一個目標，這樣子。基金會表示，未來台灣主權 AI 建立，唔但對規個 AI 產業鏈的發展有利，嘛會當讓一般民眾利用 AI 來學習本土語言，甚至讓外國會使透過 AI 來了解台灣，加做文化和科技的外交實力。數發部也表示，台灣有世界上強的半導體和硬體，透過推動 AI 和軟體的開源，會使愈提升台灣的科技實力。記者歸宗林、曾俊佑台北報道。